为第一个就是啥，就是咱台南市啦，就是来做市长的台南市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第一个认证，所以咱大家即马嘛爱甲柯市长拍一个鼓啊，特别来甲贺老甲感谢一下。所以柯店在市长2日的施政，会当将咱台南市每一角落的建设，拢互咱。我伫做内政部长，我伫做农委会的主委，无论是咱水土的保持，柯市长拢来到中央，来甲我谈，来甲我研究，要安怎将地方甲做好。所以即届咱台南市外清的市长，伊来调选出这个会，规个民进党提名小组。规个提名小组，大家无第二个意见，拢感觉柯店在市长，若会当都爱立法院做咱的立法委员，咱的立法院的党团民进党绝对建立会继续强。柯店在嘛都爱立法院，国民党台顶的焦点，尤其是今仔国民党将台湾的经济。看甲好野山差遮多，若会当互柯店仔入去甲立法院内底，我相信国民党嘛带得单。所以规个民进党，大家一致公认，咱民进党立法院的党团袂使无柯店仔，咱民进党需要柯店仔入去立法院来将台电经济来甲监督好势。咱大家来甲咱家己斗帮忙，用好天才甲发起个法律，安尼好无？安尼好无？尤其是好天才，你甲看伊，你连法律做过遐侪年，伫咱台南市佮做2年的市长，无论是中央对一空对一徛对一项，若惹落会着伤者，伊嘛上清楚。这若来搭配外清的市长，我相信拄啊哈，所以讲呢，今日的啊，大家咱遮收听，除了咱家己去投这票以外，要拜托大家一定爱伫明仔载，伫后日剩最后的2天，发挥咱的力量，来由柯店仔来做咱的立委。咱会当做比较，台南市即摆3个要选，可能是国民党提名，甲咱靠势。全世界无人讲，即届的立委参选即届的立委，人拢即届的立委来参选下一届，安尼毋对对。结果咱台南市即摆的立委要选即摆的立法委员，闹安尼啦。如果若签知影无调。台南市拄啊减一个立委，为虾米？当无分区换区的白立委啊，人无分区国民党地步是别个县市客气哦，咱才减一个立委。但是若柯店仔伊会当来调选，咱的区域会保持，迄个无分区的人继续维持，安尼是毋是对台南市？是符合相关的利益，安尼对唔对？所以今日家团来到遮，要特别甲大家拜托大家，互民进党会当伫年底要改选的立法委员上大的一个鼓励，就是咱伫后日柯店仔立委开票，若会当赢，搁然后水水，尤其是台南伫台湾内底。是稳定的力量哦。台湾这个主权独立的一个国家，咱就要靠台南这个所在来做一个稳定，尤其是民进党，若是要支持台南这个所在，爱赢上这票。所以这种立委的选举，全部拢你甲咱看，你甲咱关心，看到底是要赢几票。到底比高雄更赢较济未？咱来甲高雄相拼，
咱即届赢对手，也有比高雄佮赢较济安尼好啊无？大家有信心有无？大家有信心有无？我下晡伫高雄陪林泰华来去扫街，让因的总选员总有信心讲，要来甲台南市教啦，要来教看阮赢较济啊，因赢较济啦。人因讲可能上少要赢15000票以上咧，所以输人毋输阵啦，咱遮哦嘛甲超过啊，含高雄市来做一个比较，互台湾全国去看，咱高雄市大赢，台南市佫愈大赢啦。安尼我相信，大家对台湾的前途，对台湾这块土地都愈有信心。所以今日伫遮特别甲大家拜托，拜托大家3月初5做伙来团结拍拼。来配苦甜菜，来斗相共，互伊顺利来挑选做咱的立法委员。感谢大家，多谢大家，感谢大家。非常感